芥川龙之介，神神的微笑。在一个春天的傍晚，传教士奥尔甘蒂诺在南蛮寺的庭院中徘徊，沉浸在对祖国葡萄牙的思念中。尽管他承认日本风景优美，但他仍陷入无法解释的忧郁之中。当他看到樱花树时，感到一种诡异的气息，仿佛整个日本都令人不安，使他的焦虑更加严重。在教堂的内殿中祈祷时，奥尔甘蒂诺诉说日本的神秘力量正阻碍着他的传教使命。突然，祭坛上充满了鸡群，古代日本人举行祭典的幻象在他眼前展开。幻象中出现了一位跳舞的女子，并说道：“因为有了新的神，世界才充满了喜悦。”岩门开启时，强烈的霞光涌出，众多男女高声欢呼：“大日临归！”恢复意识后，他确信那个幻象并非由泥巫须所赐。第二天，他再次在庭院中散步时，遇见了幻象中出现的老人。他讲述日本神灵的强大力量。老人解释说，日本拥有的是将外来宗教与文化转化而非摧毁的力量，随後消失在暮色中。神神的微笑是芥川龍之介所創作的一部短篇小說，通過幻想的手法，描繪了日本本土精神與西方基督教之間的衝突。作品以傳教士奧爾金蒂諾的視角出發，展現了外來宗教如何被日本的自然文化與神靈所改變。芥川巧妙地運用象徵與幻覺，傳達了西方普遍價值觀在日本未必適用的現實。通過本地隨即與神佛集合等日本獨有的宗教現象，作者暗示日本具有將外來文化重新塑造的能力，而非將其摧毀。此作不僅揭示了異文化交流的張力，也探討了共存的可能性，靜靜訴說着日本精神世界的深邃與強韌，是一部富有啟發性和智慧的文學佳作。